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8月1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74篇，以赛亚书第5章24到30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44到5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建造。在上个礼拜的读经分享里面，我们谈到了拆毁与重建。相较之下呢，这个拆是比较容易做的一件事情，但是如何的去建造，如何的去维护，却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。特别是在现代建筑的要求之下，建造有许许多多必须要考虑的层面，如同从这个921大地震之后，防震的要求就提高了。安全呢，就包括现在有说消防啊、逃生啊、电梯啊、楼梯等等的这些问题。那音响设备或是说礼拜空间的音响效果的规划设计，就直接影响到礼拜堂的使用是否是恰当的，还有光线啦、舒适度啦、那空间的安排运用啦、各楼层的安排啦，那建筑的绿能啊，或是我们在设计上考虑节能啊。另外最重要的还是经费钱的问题最大。以赛亚先知告诉以色列人说，所以正像干草在烈火中焚烧一样，你们的根要枯干，你们的花朵要凋谢，因为你们违背了以色列神圣上帝的法律，拒绝了上主万军统帅的教导。因此上主要向他的子民发烈怒，他要伸出手来责打他们。山要震动，死尸堆在路旁，像垃圾一般。到那时，上主的怒气仍未消除，他还要伸手责打他们。牧师在加州生活10多年，对于以赛亚先知他所说的这种干草在烈火中焚烧，其实并不陌生。甚至有几次的野火、大火就离我们住的地方非常的接近，可以深刻的体会到那种紧张以及恐怖感。在礼拜天主日的信息中，我们谈到了上帝努力整理建造葡萄园，虽然那么的努力，却仍生长出又酸又涩的葡萄。后来上帝就决定要将葡萄园给毁掉了，因为这被称为葡萄树的以色列人并没有好的生命见证，盖好了的房子却不适用、不好用，那么就会失去了建造的目的。这需要经过时间以及火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考验。哥林多前书3章11到17节，保罗这样的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他说，因为上帝已经立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根基，没有人能够立其他的根基。在这根基上，有人用金银或宝石建造，也有人用木料、草、禾秸来建造。
到了审判的日子，每一个人的工程好坏都会显露出来，因为大火将显露，并且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，使那真的品质出现。如果他所建造的工程经得起火的考验，他就得奖赏；如果他的工程被火烧毁，他就亏损，而他自己却会得救，就像从火里逃出来一样。你们一定晓得，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。因此，要是有人毁坏了上帝的殿，上帝一定要毁灭他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你们自己就是上帝的殿。根据先知以赛亚的预言，上帝要拆除当时候的葡萄园，就是说以色列人。他是呼召了一个遥远的国家，如同在以赛亚书第5章第5节到第6节的经文这样说道：看吧，我要这样处理我的葡萄园，我要拔除四周的篱笆，拆掉保护它的围篱，让野兽来吃园里的果实，并糟蹋它。我要让地上长满了野草，我不修剪葡萄藤，也不挖松土地。我要让地上长满棘藜荆棘，我甚至要禁止降雨水。这其实是基督徒应当非常在意重视的事情。如同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，他所论的不只是一个硬体的建造，更是基督徒生命的建造。因为保罗这样说道：你们一定晓得，你们是上帝的殿，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面。因此要是有人毁坏了上帝的殿，上帝一定要毁坏它，因为上帝的殿是神圣的，你们自己就是上帝的殿。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第7章司提反所说的话，他从摩西的圣幕谈起，谈到了耶稣亚将圣幕搬进了迦南地，又到了大卫时代预备建材，所罗门负责建造的圣殿。但重点是，上帝从来没有住在圣殿里面。使徒行传的记载，司提反他引用了以赛亚书66章的经文，这样说道：其实至高的上帝并不住在人所建造的殿宇里，正如先知所说，主说：天是我的宝座，地是我的脚凳，你们能为我建造哪一种殿宇呢？何处是我安息的地方？这一切不都是我亲自创造的吗？然而在建造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圣殿之后，以色列人却总是违背上帝的旨意，与圣灵作对。司提反批评那些祭司们说：你们这些顽固的人啊，你们心胸闭塞，充耳不闻上帝的信息。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一样，总是跟圣灵作对，
哪一个先知没有受过你们祖先的迫害呢？先知们宣告那公义的仆人要来临，你们的祖先却把他们杀了。现在你们竟又出卖那仆人，杀害了他。你们是接受了上帝法律的人，这法律是由天使传下的，而你们却不遵守法律，这样的圣殿就必须被拆毁。今天的诗篇74篇篇幅比较长，就请弟兄姊妹自己来阅读灵修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规划将来礼拜堂建筑的时候，能够顺着你的旨意。更重要的是，能够活出更美好的生命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归荣耀给你的圣名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